你怎么像不认识我一样？看你这么穿，我有点不习惯。是有什么不妥吗？挺好的。你又不是没见过。对了，你找我来有什么事吗？啊，宁飞好像不见了。自从那次分别以后，就没有了他的消息。我去老地方想找到他，但是也没有只言片语。也许他一时走得匆忙，忘了。不会的，就算他有什么着急的消息，只要他安全回去了，瓦剌都会发信号。我们的组织是很严谨的。你还在和他们联系？啊，不是这个意思，只是我担心他没有安全到达。他现在武功尽失，没有保护自己的能力。我毕竟跟了他那么多年。所以你是担心他没有安全回去，可能会遭遇什么不测？虽然他做错了那么多事情，可毕竟还是对我有恩的。我既然答应过你，放他一马，所以你就放心吧。如果有什么消息，我会及时告诉你。谢谢。此处不宜久留，你还是早点回去吧。你要自己小心。好。小蘑菇，你去哪儿了？师傅，我醒的时候你不在，我就出去找你了。那就好，我以为你又被人抓走了呢。师傅啊，我刚才听见你和一个女的在说话，谁呀？哦，是太后身边的一个侍女。哦，侍女哈，我还以为是云大人呢。最近也看不见她去哪儿了哈。她刚刚辞去了宫中锦衣卫千户之职，应该已经出宫了吧？哦，出宫了。哎呀，可惜了。临走的时候也没跟她道个别。对了，小蘑菇，这六王他可知道你是假太监的身份？知道啊，他就是拿这个要挟我的，说我要逃跑就把我的秘密公布于全天下。但是我不怕，大不了他抓我的时候我回头自宫，爱谁谁。小蘑菇，我现在警告你，一定要离六王远一点，因为他对你而言是个很危险的人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我不怕，有师傅在呢。我有些事情要想想，需要打字入定一下。哦，你定，你定你的。这打坐呀，最耗元神了。我在旁边给你守着啊，你定吧，你定吧。都在呢。正好，都见见我刚刚册封的李妃。皇后，你作为后宫嫔妃之首，以后要好好照顾好她。臣妾一定会照顾好这个新妹妹。太后，您可得给各嫔妃做主啊！自从那个李妃进到宫中，皇上就再也没有去过他们的宫殿。太后，您可得给我们做主啊！好了，我知道了，你们先回去吧。太后，先回去吧。太后明鉴，臣妾并没有扰乱后宫之心啊，只是皇上他不听劝，我……住口！你竟敢把责任都推给皇上，你什么身份？李公公，他这是怎么了？回太后的话，李妃，她有喜了。师傅，师傅，于向荣来了。师傅。
回去跟六王说，于香荣还在南城的老房子里呢，还在京城。皇上，这就是皇子。他以后就跟着你了，一定不要暴露他的身份。小蘑菇，小蘑菇，师傅，你醒了？现在大约什么时辰了？不早了，你看，茶都没有了，我给你倒点茶去。哎，小蘑菇，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你不是现在这个身份，你会怎么样？师傅说什么呢？哼，我不管什么身份，我对你的态度不会变的。只要你还要我，小蘑菇，你要记住，以后不管你有多大的权利，你也要时刻记住，你是小蘑菇，你是一个心地善良，心里边永远有别人的人。我一个太监，我能有什么权利？我还是给你倒点茶吧。小蘑菇，我多希望你一直是现在这个样子。该说的我都说了，你还想干什么？哎，你在宫中这么久，不可能只知道这么点东西吧？六王，我承认我之前有看不起过你。就算我现在武功尽失，我也不会去讨好你。你在我这里什么都得不到。瞧你说的，王你的手下还那么担心你。云香容怎么了？他现在正和那小道士你情我浓，哪有空管你呀？不过本王就看不惯他们那么甜蜜，所以我也要他像你一样痛苦，让他知道什么叫做忠义两难全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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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云姑娘换上女装，倒真是美丽动人。我想要的很简单，你可以继续跟天目童在一起，就当做没见过我。不过今后他的一举一动，你必须都要告诉我。哼，你是不是想太多了？我怎么可能为了你去背叛他？这宁妃在我手上。还是我直接赐他一个全尸，之后告诉瓦剌之人，就是因为你不合作，导致他死了。你最好放了他。放不放人是我的事。卑鄙！我可以给你时间考虑，不过我劝你快点，要不然宁妃身上可就剩不下什么东西了。等等，这么快就想好了？你先放了他。你放了他，我就答应你。只要你做好眼线，我自会放了他。哼，
小蘑菇，我出去有点事，时刻带着感应符，一有事就找我。哎，你看，我给你做了一件新衣服。行啊，小老头儿，挺合身。谢谢小老头儿。不生气了啊？谢谢小老头儿。小老头儿，自从你走以后，这个世就再也没有人再关心我了。小老头儿，老宝贝，他们都嫌弃你，不要你，我要你。陶公公，这个仇我会替你报的。道长，于大人，道长这么急着找我，是有什么重要的事吧？我已经确定了，小蘑菇就是曾。小蘑菇，这么久没见，怎么一下子变成狗了？给我站住！变成狗就应该听主人话。来，跪下你，跪下！套紧，套紧了。告诉你啊，狗呀就应该有狗的样子，看你还敢出来害人！这条恶狗啊，可是把它的主人陶公公都给杀了，现在变成老实狗，还有脸活在这个世上。要是我呀，早就去死了。我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，你一个太监痴心妄想宫女，还变成犬要把宫女给害死了。你给我走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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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不走？是不是有脾气了？啊？是不是要变成妖怪了？哎，你变！你今天变给我看看！不变我弄死你！来，走啊！走！走啊！小蘑菇，小蘑菇！师傅，他们欺负我。他们是错了，但你这么做的话，不是跟他们一样了吗？样又怎样？吃亏师傅，陶公公这么说，你也这么说。结果又怎么样了？他还不是死了吗？我是个假太监，我就要忍一辈子吗？
天开始，谁欺负我，我就要把他打回来。陶公公2只耳，3小球，4条腿，不会动，干瞪人，2只耳，3小球，4条腿，5道纹。陶公公，陶公公，小蘑菇，小蘑菇，你怎么样？还在生我气啊？师父，我知道你是好人，一心向善。可不是所有人都和你一样，有的时候善良根本解决不了问题的。你错了，小蘑菇。我刚才梦见陶公公了，他一直反复的跟我说一句话。一直在说，好像很重要的样子。他说了什么？2只耳，3小球，4条腿，5道纹。那是什么？我也不知道。你千万不要多想。凯旋而归，那太好了，一定是这个样子。天幕道长，我看你愁眉苦脸的样子，是不是也有什么心事啊？你也跟我说说嘛。你看，我什么都跟你说了。哼，其实也没什么事，只是最近迷上了一个谜语，怎么猜都猜不出来。有些心急罢了。谜语，我最喜欢猜谜语了，快说来听听，说不定我能猜出来呢。2只耳，3个球，4条腿，5道纹。啊？我还以为是多复杂的谜语呢。嗯？哼哼，这个啊，我真知道。知道这儿，闻着一手，闻到一股味道。说词儿嘛，看着没，车哥？你在干什么？干啥？我用生命我来给你表演，你不演我看你。结婚吧？结婚？我凭什么要嫁给你啊？我变帅了。洗衣、做饭、烧水、煮菜都是你的。啊！爸爸！啊！老婆，你碰到流氓了？流氓啊！混蛋！大混蛋！我是你老公。老婆大人，我回来了。滚！世彤，你应该主动辞去红鼎集团总裁的职位。为什么恨我的人越来越多，帮我的人却越来越少？谁能告诉我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？你再不回头，黑道白道都容不下我们。那我要先干掉段飞！杀！事成之后，嫁祸给段飞。你对云师彤只有任务，没有感情喽？段飞，你喜欢我吗？以后的日出都有你，对吧？不一定。
般散开，掉落，风轻着断手，秋过，谁剪了黄绸？痴心的结太多，多情真难过，这爱恨的漩涡谁破？若时光倒流，还能为你做什么？该舍难舍，想得不得，谁能化解这一